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NFA Centre。今日我哋會講恒生指數嘅底部指標。如果大家中意呢類型嘅影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，可以俾個 like 條影片啦，同時都可以上 NFA.Centre 睇更加多相關嘅內容嘅。好，咁我哋立即開始啦。follow 咗我哋呢度channel 嘅朋友仔咧，應該會聽得到咧。其實咧，自3、4月開始咧，我哋已經一路講緊咧，恒生指數咧今年咧嘅表現將會相對上係比較差啦。咁然之後，我哋其實已經一齊見到好多嘅 signage 咧，例如話當初我哋睇恒生指數除以成個貨幣供應 M2 20個禮拜平均線橙色同埋紫色50個禮拜平均線有個交叉嘅時候咧，自此咧恒生指數咧就一路向下。當然呢3個禮拜我哋有個回升啦，但係咧其實我哋已經一路都講咧，其實今年最後嗰個指標咧，我哋都係睇翻咧恒生指數可能大概喺2萬到2萬1嗰附近咧，先至係真正嘅嗰個底嘅。咁但係我哋今日就會講咧，究竟我哋點樣會知道咧嗰一刻就真係今年年尾嘅嗰一個底啦。咁首先咧，我哋講一講成個恒生指數啦。我哋一路都講咧，其實而家今年嗰個走勢咧，其實同2018年咧係非常之相似嘅。咁我哋繼續攞翻2018年嘅呢一張圖，直接同我哋今年嘅高位年頭嘅高位拍翻落去咧。咁我哋會見到咧，其實咧都非常之一致啦，非常之一致啦。即係除咗我哋6月，我哋講就話6月咧，其實真係跌多咗5% 之外咧，其實你會見到佢而家即使上翻去啦，原本今個禮拜係 test 咗呢個20週平均線橙色呢條線嘅高位25,000點咧，跟住就已經 reject 翻，俾呢條線拒絕咗，落翻24,500點嘅水平嘅。咁其實一路見到咧，其實平均嚟講咧，我哋條線咧都係繼續 follow 緊2018年嘅嗰一個 pattern。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我哋會繼續用呢個2018年嘅 pattern 咧去估咧今年年尾大概咧喺10月嘅最後一個禮拜咧，或者喺10月附近咧，就會真正咧係恒生指數嘅嗰個底嚟嘅。咁除咗呢一樣嘢，2018年真係非常之相似之外咧，其實咧我哋今年咧就係一個美國嘅中期大選年啦。咁喺美國嘅中期大選年咧，恒生指數咧通常都做得比較冇咁好嘅。例如話2022年啦。咁亦都係有個由6月開始、6、7月開始有個大跌啦，跌到落10月嘅最後個禮拜啦，我哋會見到呢一度一路跌嘅。2022年對上一次嘅中期選舉年，佢跌到去亦都係大概係10月尾11月啦。咁再上一次啦，2018年啦，我哋成日講嘅啦，就係10月呢個10月尾嘅時間啦，我哋亦都係見到咧，都係10月尾嘅時間嚟。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其實過去2次嘅美國中期大選年咧，香港嘅股市咧一路都唔係做得好好噶啦。咁亦都同樣地，除咗我哋講呢個20週平均線 dead cross 出現咗之後，一個死交叉，呢個橙色同埋紫色線喺無論除以 M2 定係就咁我哋恒生嘅指數都出現呢個死交叉之後咧，其實另一樣嘢我哋要睇到嘅咧就係 RSI 咧，其實 keep 住咧，就算啱啱呢3個禮拜啦，我哋都係收綠色嘅時候咧，恒生指數嘅 RSI 依然係穿唔過50嘅水平，即係我哋喺50樓下咧，我哋依然係會當係一個熊市嘅情況去睇嘅。咁啦，跟住下一個問題啦，究竟我哋點樣可以睇得到呢一個嘅底部？究竟幾時先至係真正嘅底咧？咁其實有幾樣嘢我哋可以睇嘅。第一樣嘢就係例如話恒生指數除以成個貨幣供應啦。咁其實咧喺自2022年開始咧，我哋已經見到呢個 pattern 㗎啦，就係咧通常咧會掂一掂第一次啦。然之後創造第二個底之後先至完嘅。咁今次咧，我就會懷疑咧，恒生指數除以 M2 貨幣供應咧，係有機會咧喺10月嘅時候咧，再試多次呢個底嘅。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就等於喺除以貨幣供應嘅情況之下咧，再跌多20%，再跌多20%。但係大家要留意啦，恒生指數除以貨幣供應，因為貨幣供應係會增加噶嘛，咁所以就變咗咧。佢就變咗咧，其實實際上喺恒生指數咧，可能冇跌得咁多嘅，可能冇跌得咁多。如果真係跌20%咧，咁就會去咗19,000至2萬點嘅水平，19,000至2萬點嘅水平。咁除咗除以成個貨幣供應之外咧，另一個我哋可以睇嘅咧，就係除以恒生指數除以金價啦。OK， 金價咧其實喺今年3月咧都已經沉咗一次底㗎啦，咁睇下會唔會喺未來幾個月再掂多一次個底之後，我哋先會 bounce 翻上去啦。如果喺除以金價嘅情況之下咧，依然
恒生指數咧，除以金嘅情況下，係依然要跌多21%嘅，跌多21%嘅。OK，咁除以金之外，我哋會同美股去比啦。如果同美股去比咧，其實美股就算今年咧係嘅，我哋無論係喺咩情況底下咧，其實美股指數咧今年都係依然係跑贏咗成個嘅大市啦。大家會見到美國其實例如話 S&P 500指數、標普500指數今年其實係升咗大概10%啦。然之後日本啊、韓國雖然最近有個跌幅，咁但係依然咧係跑贏成個指數。咁但係如果我哋攞恒生指數除以美國嘅標普500指數咧，其實咧，如果我哋真係未來呢幾個月再 back test 翻去呢一條線咧，就要跌多7%，跌多7%。但係呢個跌嘅7%係相對上喺美股嗰度嘅，因為美股咧其實喺中期選舉年咧都一樣年尾咧係會做得比較差嘅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前幾日嘅嗰條片，我哋都有講過啦，預計會有10至20% 嘅跌幅啦。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我哋如果係差唔多去到底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應該咧去望呢幾個指標嘅。第一，即係當然係睇恒生指數有冇跟隨到2018年嘅嗰個嘅 pattern 啦。如果真係跟隨到2018年嘅 pattern 咧，咁就大概係2萬到21000點附近，2萬到21000點附近，又或者咧係200週嘅平均線嘅。我哋開埋200週嘅平均線啦。咁而家200週嘅平均線咧就係20900點附近，20900點附近。咁所以就大家會見到嘅，就算2018年咧由頂到底咧，其實 exactly 咧都係踢咗喺200週平均線嘅，200週平均線。咁所以如果今次都踢翻去200週平均線，就會喺20900點，即係呢個仲 keep 住升緊啦，可能大概21000嘅水平啦。咁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睇呢個第一個嘅指標啦。其次就係睇嚟話恒生指數除以 M2 嘅指標會唔會有機會 reset 掂多次呢一條嘅我哋當年喺2022年開始踢嘅一個底啦，然之後除以金價會唔會又有機會創造多一個底啦，同埋除以呢一個嘅標普500指數咧，有冇機會咧全部指標都有機會 reset 咧，都沉咗個底之後先 bounce 翻上去嘅。咁所以就即係始終仲有時間啦。咁未來1-2個禮拜有機會恒生指數咧仲係做好翻少少嘅。但係既然即係我哋今日已經見到即係呢個上個禮拜測試呢個20週平均線跌翻落去嘅時候咧，就算今個禮拜可能再 test 咧，可能都係會跌翻落去。咁所以基本情景都係可能會落翻去200週平均線附近啦。呢個就係今年年尾我哋嘅預測。咁如果大家對呢條片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喺下邊留言啦。如果亦都可以 join 我哋嘅Telegram 頻道，同我哋一齊去傾偈嘅。咁呢條片係咁多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